咱台湾非洲猪这款加载是摒有过，即马各县市呢嘛开始来进行猪肉的产业。新竹市除了宣布这市场肉店呢是免收1个月的租金以外，也要来举办幸福加倍的活动。民众拜五拜六去到菜市仔呢，摕100块就当换200块的消费券，鼓励大家用行动来消停咱的国产猪肉。 透早菜市啊，大家无能咧做生意，卖猪肉的摊商把咧传肉品。业者讲，虽然讲非洲猪这疫情渐渐缓和，不过伫政府禁止抬猪迄段时间，确实造成不少损失。对整个产业链都影响很大。从猪农、从拍卖市场、从肉商到猪肉摊、猪肉摊的下游到一般的店家，整个 都有影响。猪肉进载进运才有15天，其实15天阮这个单位其实差不多前2-3天，伊的冷冻的卖了了后，就差不多就无生意通做啦。 为减少猪肉相关产业的损失，新竹市连续2天伫市场办活动，民众只要用100块，就当换到200块的消费券，会使用来买猪肉相关产品。过去的2个礼拜，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们要恢复消费者的信心，尤其现在可能对于有一些做出口的加工食品的厂商，他们也会面临到相关的一个挑战。拿100块的现金到我们辖内10个传统的市场来进行相关的兑换，100块可以换到200元的一个加倍券。新竹市府指出，消费券大家人限制换1摆，总数量有1万份。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来听在地摊商甲猪肉业者拿啥比数互民众，来当带动市场的买气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